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2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中国顶礼拜才举行联合大检2024B的伟大军演。福建平潭的海事局昨昏发布航行警告的信息，宣布今仔日平潭甲牛山岛沿海部分的所在会做实弹射击，而且禁止所有的船啊驶过。因那日本海上自卫队伫咧社群媒体 X 破文，打出美军 F-35B 的战机降落伫咧出分级护卫舰加号号的相片，这嘛代表离升格正做航空母舰是愈来愈晚。共军顶礼拜一才举行联合来险2024B伟大军演过演习只有13点钟，当日尾暗6点就宣布圆满结束。过一礼拜，福建平潭海事局一发布航行警告信息，宣布自早起9点到下晡1点，平潭牛山岛的沿海部分区域要实弹射击，禁止一切船驶入。牛山岛是福建省沿海一个岛屿，属于福州市平潭县，是中国离台湾本岛上近的所在，甲台北市的第三距离只有差不多165公里。岛上有牛山岛灯塔，是进出台湾海峡船重要的造航标志之一。这是总统赖清德发表上一国庆演讲了后，中本前后对台实施联合来险2024B伟大军演。中国海警也出动编队伫台湾周边巡航管控。了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顶礼拜也到福建漳州厦门等地巡视，包含共军对台演混淆地东山岛。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伫伫社群媒体 X 讲，美军 F-35B 战机伫当地时间20成功降落伫加号号甲板，加号号伫今年3月改装，将推行改造机型，佮对甲板进行严格化处理，来应对战机起降威严管分。加号号顶个月14启停去美国，10月5到18伫美国加州外海除了测试 F-35B 推一降落甲底机起飞，也佮确认战机使用安装伫甲板的电梯入库操作流程，也佮加油检修，升机时阵确认各种设备顺畅。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国防部正方式办理人员财产的申报。宣布设置甲国防部长郭立雄、甲参谋总长梅家书等等高阶将领，也有军情局情报人员的资讯流出去。国防部是承认有疏失，会来追究责任。国防部传出告知外泄，包含国防部长郭立雄、参谋总长梅家书等高阶将领，也甲军情局情报人员资讯外流。原因是国防部正方式进行办理人员财产申报，所甲人员名册这资讯当作附件寄出去。国防部坦白承认作业程序有缺失，会检讨追究责任，强化相关作业管制流程。确实是有部分人员的身份具有机敏性，不应该去随文发出。国防部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各收文单位采取公文系统推荐等等方式来做风险管控。真机密的军情局人员身份资料，包括真实姓名、外省，可能会对情报系统造成随会发生的危害。立委要求追究责任，卖一些处罚的战绩。我们要求国防部立刻检讨，把这样子的追究的上限是不设置任何的上限，那包含所有涉及的人员，还有他这些意图以及这次的范围，全部都必须要检讨。国防部的螺丝已经松了，承办人员查核不够严谨，内部资料传输的程序已经失去了机密人员资料保密的问题。专家认为，应该疗伤敌人已经掌握相关情报人员的资讯，因应方式包括调动相关人员的职务，弥补漏棚缺失。承办人员你不知道严重性，麻烦你请示你的上级主管你的上级主管盖章之后呢，你才把这个资料交出去。否则的话呢，这会危害到相关的一些情报人员的性命安全。专家表示，情报人员大部分是在做秘密任务，捏造强知影可能会危害到性命安全，呼吁国防部要谨慎应对，确保情报人员的人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接受美国媒体访问，访问就讲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的人民敢准备好势要相战？余大雷讲，台湾的人民已经有准备。也若那样，就积极讲，外交官无应该来应战。昨昏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中国若拍台湾，台湾当然会抵抗，嘛呼吁民众都要团结，护卫台湾的安全。
咱国驻美代表吴大雷最近接受美国媒体专访，访问到那中国相关侵略力度，台湾人民敢是准备好作战？吴大雷予伊正面的回答，引起部分质疑的声音。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赶紧提讲话。前提是中国侵略台湾，那台湾人当然会来抵抗，也呼吁我们国人团结，不分党派，来捍卫我们台湾的安全。毕竟中共继续对台武吓，伫强军进行联合利剑2024比军演一礼拜了后，美国第7舰队20公布，美国波克级飞弹驱逐舰希金斯号，甲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巡航舰温哥华号联手驶过台湾海峡的相片，佮表示这是例行任务，强调航行自由。朝野立委也关心南非政府亲像配合中国，要求咱国代表处刷出南非首都的进度。我们也透过各种的努力，其实显然都使不上力。到目前为止，我们10月30号是不是要迁出？我们就是据理力争，好捍卫我们的权益。我已经跟委员讲了，我们对等的原则，他要我们签，我们当然也会要他签啊。我们国家态度是不办，没有要办，涉及到对我们管处人员安全，或者是因为领务事务的正常进行，造成这个重大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会有因应美日跟 G7 的一些国家，欧洲相关的国家也有，对，包括中东欧。不方便透露，让我们知道好朋友是谁。捷克有向这个南非政府表达他们的关切。林佳龙回应，目前南非代表处有缘正常运作，无咧要搬。也毋过，若南非单方面毁约，咱国已经成立应变小组，做好上歹剧本的修订，也会有相关的反制措施。林佳龙也讲，咱国有警觉，这是中国一连串打压的外交行动，会加强甲非洲唯一的友邦斯瓦蒂尼的外交关系，组织效应扩散。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下晡开始，东北季风增强，遮方面的温度会明显降低。咱来看温度。早起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会落局部的短暂雨，因若过昼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半部也有恒春半岛较会落雨。因若东北部的山区，都要注意可能会上大雨。中南部、偏湖、金门、马祖也是维持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今年第20号风台潭尾，伫咧今仔日翻点过2点的时阵已经形成啊。照目前预估的路线来看，气象署估计25甲26这2天风台会上倚近咱台湾。虽然即届是未直接扫入来，不过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即届北部甲东半部等等的所在雨势不略粗。伫菲律宾东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已经伫今日透早2点发展成做今年第20号轻度风台潭尾。为目前预报路线来看，继续向西北西方向穿过菲律宾卢松岛，进入南海几率上大。目前伫巴索海峡甲菲律宾东边海面航行甲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它大概25、26号是最接近台湾，通过吕宋岛。大概20、25、26这3天要注意，尤其是在台湾北部、东北部甚至东部地区，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拜日下晡到拜三，东北季风阁增强，北东会先落雨。宜兰山区有大水雨，拜四开始，风台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北海岸宜兰会有大水雨。中南部山区也开始落雨，拜六到拜日，北海岸宜兰甲花莲地区要注意超大水雨。气象专家分析，21个电脑模式包含 AI 拢修正。路线由北端改造西进，主要是后边对这个热带扰动发展，和高压东退，和路线向西修正。西北方跟东北方各有一颗高压去导引它，那另外就是它东边还有一个扰动，那这个热带扰动如果成型的话，可能也会让高压的形态做出一些调整。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季哦，所以其实北方我们也有一些西风潮或东北季风南下，那造成说其实它整个未来的动向，尤其它接近吕宋岛之后，动向的变数是比较大的。专家指出，虽然目前有测风台未直接过来，不过外围环流有可能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甚至到恒春半岛地区带来普遍性落雨，有缘要注意较大加继续性的雨势。目前因为风台周围有真侪势力左右，路线有缘有变数，请民众要继续注意后续的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天狗热疫情，目前要继续咧拖。20个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
是新增一个40岁查甫人。新北市加强已经有67个啊。卫生局讲，最近北部较敖落雨，呼吁民众都爱甲积水摒好掉。若准发现积水内底有生水鼠，会罚款3000块。目前是已经开出38张的罚单。环保人员伫咧喷药啊清除资讯源，因为新北市天高热疫情搁再扩大，卫生局20公布新增加一个本土天高热病例，个案是新庄区40岁男性。14出现发烧、肌肉痛、关节痛的症状，看医生采检了，确诊感染到天高热，这也是今年新庄区第一例天高热的病例。新庄个案潜伏期间工作地曾有其他登革热病例活动足迹，将剂型病毒基因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卫生局讲，伫一个月内，新北市累计有67例，其中新店区有37例，中和区29例，新庄区1例。另外，疫情也扩大到台北市2例。因为今年南部天高热疫情有下降，电脑是北部增加，出现南顶北热的情形。对此，学者认为，主要是全球暖化造成微蚊的族群分布一直向高海拔一个高纬度区域扩大，增加病毒传染一个流行的风险。这么上重要的就是防止新庄区出现第二个天高热病例。要让第二个病例不要在同一个地区出现这样有症状的，因为一旦症状出现的病例，就代表后面有非常多的隐性感染的病例。专家提醒讲，在最近北部雨水较多，民众一定要做到巡、倒、清、滤。因为卫生局也强调，将会加强巡查，若发现积水容器内面有蚊害幼虫，将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目前已经开38张罚单。若景星公园、三界庙、天山公园这寡高风险的区域，将会延长管制到11月11日。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去年3月实施婚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电子婚。不过，国教行动联盟指出，各县市甲各县市苛责50万件，有采发的干那1200多件。国民卫福部苛责新型的婚效果真歹，可能会危害青少年身心的健康。但那各县市讲，因为苛责有困难。咱来看《中国时报》，真出名的作家聂华苓昨昏病逝，才甲99岁。因为创办国际写作计划，连接世界各地作家，推动国际文化交流，而且捌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嘛互做是文坛永远的母亲。大家是拢真感谢伊对文学的奉献。来看《自由时报》，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 APEC 今年11月70开始会伫秘鲁来举行。总统府昨昏公布由现任总统府主席林信义做这届的领袖代表。林信义过去捌参与过 APEC 相关的会议3届，而且捌甲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握手相照面。因那罗总统期待林信义伫 APEC 会当讲出咱国政策的内涵。继续来看总预算案，共款也是无进展。立法院长韩国瑜昨昏阁召开协商，重点要是原住民减发的补偿，那特别要是坚持原底的立场。因那行政院主计长陈淑珠是强调讲，会解决原住民减发补偿，不过并无讲出完整的方案。最后这届协商也是破局。因那韩国瑜才是24才阁讨论，希望到时会当有共识。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继续卡关，行政院长杜英台20暗伫面册发文，以餐厅点菜比如调亚协商总预算，每一句餐厅也会当决议将我赶出去，然后一切重新过来，引起外界的想感是暗示多个。暗喻有好的开始，大家要互相各退一步，恶力不可开，此力一开，往后接踵而来的，像目前已经好几个蠢蠢欲动摆在面前的很多的法案，都是完全破坏国家财政纪律的，那我万万不得接受。展开宪法征收条文，符合行政立法制衡机制，多个条件全体立委1/3以上人数对国会提出无信任案，经过全体立委2/2以上赞成，行政院长都爱伫10日内辞职，佮同时定请总统解散国会。立法院长韩国瑜2佮一次调一调亚协商总预算，困难点也是伫原住民检测补偿。会中主计长陈淑珠答应会当为总预算也是基金支用。
不管是从总预算来支应，还是由基金来支应，将来这个经费有不敷的部分，我们在115年度来协助来补充。那六位党团干部发言，拢维持各自原本的立场。民进党阁指出表示，法律上爱合宪合规，用26亿挡下3兆总预算，用5万原民的社会地主的权益来凌驾2350万国人的总预算的需求。那我想今天就是主要是卓院长他整体的态度跟政策。原住民不是来这里求得各位的执政民进党的施舍。刚刚主计长的发言让我觉得很困惑，他好像有个百宝箱，里面工具很多。原来可以这样处理，可以那样处理。之前卓荣他是铁板一块啊。朝野协商经过2点钟依然无共识，韩国瑜裁示离时阁继续。这3日希望主计长甲各党团私底下拜会沟通，找出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昨天审查宪法诉讼法的修正草案，国民党立委洪巧玲提案要修法，甲大法官法定总额改做是固定15个人，而且要有2/3以上的大法官参与，才会当做出决定。那着双方是拢发动加急动员，最后初审通过。不过第4条甲第95条保留，交予党团协商。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伫咧2日排审国民党立委洪巧玲所提案的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要甲大法官现有总额改做法定总额固定15个人，宪法法定审理才有2/3以上的大法官参加，至少10个人才能做出评议裁判。那着这么拢加急动员，未进行攻防，剩下8个人的大法官就可以开会，就可以做成影响人民重要权利的宪法判决，甚至推翻我们立法院这个人民意志所通过的法律，这样是正确的吗？不要瘫痪宪法法庭，那就优先即刻的启动大法官人事同意权的审查。不先行使大法官同意权就抢修宪法诉讼法，这就是此地无银300两，这就是明确的政治意图。民进党团批评，目前大法官人数和若被卡条花，只敢剩8位大法官，若是修法通过，大法官无到10个人，就敢是无法度进行宪法法庭。也强调，重大法案修正应该先开公听会，广纳各界意见。同意排公听会。我们没有同意不同意这个事情嘛，你又不是受我指挥的人，不是我，所以你要现在是你，我说请要排公听会啊，你就排嘛。要我排是好，谢谢。你要怎么排是你自己决定嘛。宪法诉讼法修法，那是朝野立委攻防，公民团体也伫咧立法院外口表达诉求。如果你们真的要把这样一个破坏宪法权力分立的法案付诸实现，完成立法，愤怒的台湾公民一定会再次的向各位表达人民的愤怒。公民团体强调，若被立委执意要过关修法，会搁再找民众重返立法院。司法院书面报告书内面是讲到，若是无法度执行解说宪法的职务，恐惊会伤害人民寻求救济权利。记者综合报道。伫内政部登记做社会团体阿拉伯在台商务协会，几日间去互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甲約旦駐台代表處檢舉，因為這個協會 logo 使用3個嘅國旗會造成誤解。不過，說是去互協會告妨害名譽，警方嘛捌發函要求3個嘅代表到案說明。加在外交部是趕緊去阻擋，講這3個人有外交嘅合演權，差一點就造成外交嘅危機。經由影片介紹，阿拉伯在台商務協會 ACCT， 伊是協會理事長蘇里阿吉的韓威爾。2018年，這個協會佇內政部登記成做社團法人，不過依照官方網站介紹，設立目的是協助台灣投資者到阿拉伯世界。We are building the business bridg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Arab world. 雖然企業標誌看到真濟中東國家的國旗，不過 ACCT 其實唔是官方的單位，傳出台灣民眾不歡迎，經由 ACCT 辦理通關文件認證，不過實際上其實無效，和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甲約旦駐台辦事處感覺問題嚴重性。2019年就爆發出公文，提醒民眾 ACCT 無阿拉伯商會總會許可，伊應該也無法度予海關甲外交部認證，並且要求咱國外交部應該愛處理。ACCT 互檢舉了後，發到通過3個主事妨害名譽。警方受理報案，
国公文内三国驻台代表搁按说明时，外交部正紧急行文予警方，讲3个人外交和平权差点造成外交危机。整个过程中，您知道给这些大使带来了多大的压力，以及给台湾、给中华民国带来多大的中东的外交危机吗？他是向内政部登记，虽然合法，但有没有违反他登记的这个业务？我们外交部一定要去捍卫驻台办事处他的外交权益。也来 ACCT 理事长是接受访问时讲，协会是合法机构，强调顾到底。We don't stand any document. This is fake. That's why we went to sue them. In many years, if we did anything not legal, Taiwan government should stop us from our work. But we are still working. 相关的诉讼原则上是不能以这些外交人员或是外交使馆作为被告，一般基本上地检署就是会不起诉。律师指出，咱国外交处境特殊，对主管代表无论是毋是有邦交，伫民事、刑事顶面拢享有和平权，相关故事应该难以成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有一个查甫人涉嫌找人为美国落订单，甲穿拆做各种的零件，揽伫咧5金的用品内底，再来台湾卖。一家台美合作查到16几千，而且警方嘛发现讲，这个嫌犯2年外时间拢用这款的手路走私入来台湾，而且尚无有世界。双手放卡车接受调查，穿乌衫的查某人，互人锁定涉嫌跨国走私。偷偷甲穿点点运来台湾，互美国海关早一步查落来。经过美方监视有杀伤力，查到的第一时间马甲台湾通报。这次的成功破案是因为美国和台湾执法机关之间的长期合作。咱检警的调查，伫台湾姓谢的查甫人找人为美国买枪，再搁甲枪拆做各种零件，用廉价粘伫5金的用品顶悬，装箱仔空运来台湾。到尾目的是准备互乌道探暴利。专案小组人员佯装邮务人员，把这些包裹送到收货地，顺利的逮捕了第1层到第5层的收货人。扣案枪械有16支，拢是制式底枪，每一支官方定价6000至1万，按过乌车介绍上悬卖到50万。伊原向警方表示，用这种方法来运枪，已经有2年外的时间，至少有走私4界迄例。即马为主嫌到共犯5个人拢互人起诉。为去年4月，新北市土城光头白日断点互人开51枪。今年11月，台南客家的88枪案，国内一直发生重大枪击事件。过来看警方的统计，查到的枪械将近10件，甚至1000外件，暗过数字也是惊人。凸显国内乌枪的问题也是真严重。当然，修法之后，当然还是要有一个大前提，是我必须要能够真的查获到或拦阻到，我才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拦阻的可能性嘛。不管是在机场或者是在所谓的港口都要做拦截。那当然这个很重要。面对乌枪这么多，准讲警政署受罚立管枪炮零件，不过学者点出关口是无运作，是不是有法度发挥查验功效、有效管控，最好源头的阻断，这是一大关键。甲各国的合作以及政府的监管。也拢爱重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南韩国家情报院指控北韩10月初派1500个士兵去罗西亚协助因拍乌克兰。根据美国媒体上新的影片，内底看到可能是北韩的士兵伫罗西亚的训练场排队咧领服装甲装备，而且这个士兵确实是咧讲韩国话。南韩最高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定日指控北韩派出特战部队投入俄乌战争，同时发布3张卫星影像作为证据。不过北韩政府到今拢无回应。NCC 第20报道，由乌克兰政府组织乌克兰战略通信甲资讯安全中心较早释出的一段影片，内容会当看到亲像伫俄国远东地区的一座训练场内排队的北韩士兵，当咧领制服甲装备。虽然无法度明确分辨这个士兵讲话的内容，不过因讲的确实是韩语。根据南韩的情报，北韩决定派出1.2万名士兵协助俄国攻打乌克兰。先前的1500名特战部队已经出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定日伫北约峰会强调，北韩投入俄乌战争，未输爆发世界大战第一步。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9号伫意大利出席7大工业国国防部长会议的时指出，美国也无法度证实，那这件代志是真的，会互人烦恼。北约秘书长李德也表达同款的烦恼。
也毋过目前北约并无掌握确实的证据。公司新闻警员김变业。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今仔日金正国家峰会会伫罗西亚举行，印度总理莫迪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按算会出席。中国甲印度伫2020年捌伫边界爆发冲突，至少造成20个印度的士兵甲4个中国的士兵死亡。印度外交部昨天宣布，印度甲中国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边境巡逻的问题有达成协议，解决4年来军事对峙的情形。过2礼拜就要举行美国总统的大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仔日访问基辅，公布会提供乌克兰4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而且佫讲会继续甲乌克兰斗3工。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以色列包围加沙走廊，造成无辜百姓伤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以色列已经答应未来这几个月，会有1000个加沙的负责人甲囡仔会退去欧洲，接受紧急的医疗照护。那世卫组织甲欧洲的国家嘛会协助医疗，也有撤离。镜头转来咱国内，伫台中南区有一个高级的学生，昨天下课的时间为体育馆的2楼摔落来，头壳着重伤送病院，目前是还阁咧抢救。现场有看到学生讲，伊是咧模仿走跳的运动，才会来造成意外。学生的家属赶到病院，校长也来了解状况。台中一间国立高职的2年级男学生，日早起受伤，互赶紧送病院。到病院时，司机救起来皮皮刷，嘴甲鼻仔拢流血，已经唔知人啊，分别指数只有7。今天的部分来讲是最大的关键，因为有时候即使在初步脑部没有看到出血情况，可是有些人还是会有迟发性出血的情形，所以我们会观察他的意识状况是不是有恢复，然后呼吸的部分是不是稳定，之后再考虑拔管。医生讲，这个学生性命正常稳定，初步判断是无脑出血，不过也是要后续观察心受、面部骨头断去，也佫有人是毋是较清醒这情况。学校初步了解，日早起10点外，受伤学生第3节伫体育馆2楼教室上课。下课了后，医生是双手挂伫栏杆顶面，有敢若是模仿这个走跳高难度的动作，直接对2楼的看台给跳落来。现场看到他就是从那边钻过来，手抓着那个栏杆这样往外掉这样子的。那他可能是在掉这个背力的状况。同学的描述是2脚着地，可是后来又一脚滑掉了，那就往后仰，所以后脑勺就着地。学校讲，这个学生是体育班棒球队的投手兼外野手。代志发生当时，未听其他同学口腔咧发生意外。学者讲，由网络社群发达，相关的这个走跳影片，定来引发青少年模仿效应，其实是真危险的，风险真悬。既然是开放性的场地，其实外伤或者是一些没办法防护的状况就会很多。它没有护具的状况下，它就很容易造成一些小则擦挫伤，大则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伤害。爬走跳伫国外是真流行的极限运动，也要需要伫专业而且兼顾安全的条件之下来进行。也建议要耍的人伫合格场所来练习，并且戴这头盔，也佫有保护手骨的这护具，才好度避免伤害。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北屯的一个停车场，昨天饭店过有电动巴士导火，造成9台公车是拢烧起来。消防队用2点外钟甲火拍花，天光了后，还是继续转水，甲电动车的电池降温。因若即个导火原因，也会调查。大火甲车烧甲密密麻麻，消防队员游水线抢救。台中北屯一大边营停车场至1半暝2点外发生火灾，有9台电动巴士导火烧。附近的居民有听到爆炸声音，停车场业者讲火势拖甲真紧，想要夹灭火器来拍火已经袂赴啊。我听到嘣的声，好，连续安那嘣，连续嘣，一个较大声，后壁佫四左右佫来佫嘣一个。因为巴士顶头有真侪锂电池，消防队员敢若会当一直转水降温，一直到4点左右才甲火拍花，无增员伤亡。交通局表示讲，导火的巴士是疏风公司去年停业了后，去互银行也佫这款人靠爱的巴士，火灾并无影响到其他营运当中的公车路线。有一排巴士，大概是9台啊。已经都全面起火燃烧，那我们就出水线灌救。那现场发现是电动巴士，那车上有数量比较多的锂电池和可燃物所以扑灭的时间比较久。四方公司于去年10月因营运不善退出本市公车营运路线，所属车辆后续由银行及其他债权人进行
扣押上牌车辆已无行驶本市市区公车路线。而早起消防人员继续向电动巴士锂电池泉水降温，防止搁再倒起来。电机系学者表示，各台电动公车有4个到10个锂电池无租，停伫停车场遐久啊，家己倒起来几率是真低。建议消防单位会当检视车顶总电源开关，也会当调查敢是有人去放火。一般是低压放电之后，你再快速充电才会有更大危险。但因为他车子又停在那边很久了，所以他基本上会几乎着火自己自燃的几率非常低。我认为有可能是有几个专业考量说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纵火的因素。消防局强调，已经会动警方调监视器，无发现到可疑人士，初步排除人为因素，无法度排除锂电池故障等电气因素致灾，详细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若是违法走私的烟，拢会委托地方政府销毁。不过，外包处理的高雄公山焚化厂，却是去互检调发现讲，内底员工涉嫌甲准备要销毁的烟，挑工压伫咧焚化炉的外口，了后才佫摕去卖。即嘛包括烟酒商在内4个人，因不法的所得是超过150万，目前已经去互检方起诉。检方提供的监视器有翕到公山焚化厂的粪扫吊车，伫业界所在夹一寡物件，本来爱等入3号焚化炉，甲刀刷偏刷去到寮口边仔的平台。这个物品内底好亲像有头厂私烟。检方查出厂内有3个吊车操作员，为111年到反正年2月，用这种方法甲爱销毁的烟逃出去卖。利用轮值操作吊车之机会，分批夹取违规烟品，洒落在监视器无法录制之平台周遭，再趁园区内员工较少之深夜、非值班期间，进入该平台窃取违规烟品。头提烟每50条装做1箱，一箱以6000块卖予烟酒商，对方各以1条200块的价格卖予唔知影的民众，4个人不法行为加起来拢总超过150万。冈山垃圾焚化厂促参合约相关规定尚未达到处于终止契约的条件，这个部分中区资源回收厂会处代操作厂商新台币10万元罚款。冈山粪扫焚化厂目前委外营运，除了处理家户一般塑胶废弃物，嘛有接受委托销毁违规的烟。市政府接到情报资料了后，主动通报检察官追查，3个操作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窃取公务罪，烟酒商是涉犯故意买赃物罪，4个人缴获不法所得，也予人起诉。根据了解，涉案的员工拢是委外厂商所聘雇的，目前也在职，公司会听候判决确定了后再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玉山厂的2号机，昨天开始进行41天年度整修的工作。这个整修，互发电量为原底3%提早归零。台电讲，这是透过调度传统的机组，加上无碳再生能源，目前电力供应的状况稳定，而且未对供电造成影响。全台第一座深层地底探测站宜兰医山1号站日益举行龙井典礼，因为龙井目标达到4000公尺，这摆龙井会结合中研院的科学研究加中油的探勘龙井技术来了解地底资源分布的特性。如果第一个可以在这边发展成功，我想对这个数据中心来讲，他们可以用最近、最干净的能源来进驻到宜兰，在这个能源的使用上面，能够为台湾再开创一个新的这个竞争力。经济部长魏立辉表示，宜山1号站属于研究型地底，若研究成功，才会当快速复制到其他区域。当政府积极发展力量，台湾的核电厂也趁大天用电技术为利益开始第28摆基础大修作业。这摆第一站税收，和核能发电量为原本3%提前归零。台电透过灵活的调度传统的机组，我们无碳的再生能源，它的处理其实是非常的稳定，还是可以维持日尖峰大概备转容量率都有10%，夜尖峰的备转容量率也都有7%以上，整个供电应该是无虞的。观察2台电系统各机组发电量，燃气油源占多数有47外%，小碳25外%，再生能源20外%。基础是气电共生加燃油等电力。未来2030年，伫台湾电力能源配比，燃油会继续50%，再生能源90%到30%，小碳是为即卖4成，未来要减到2成。夜间的时候，它马上少了将近3%的这个备转容量，那不是让备转容量率一下就掉到了5%，5%是属于橘灯的，当然会担心说，那明年5月17号
核三停止运转之后，那到底能不能满足用电的需求？有专家指出，明年台湾会建立恢复加远，就核能发电加上再生能源，要加做强电主价，有关是存在变数。呼吁政府相关单位爱想好其他强电配套，才会当稳定供电。记者综合报道。马航招起的时代，即马客运的票价嘛咧起，考虑营运的成本，为11月份开始，台北往回宜兰的车钱上济会去7块。下班时间，规排民众伫客运站等买坐车，坐客运通勤的民众爱注意啊！首都客运宜兰来回台北，11月初2开始起票价，首都客运部分路线的票价会起5块至7块左右。10月2号开始，会涨大概5块到7块。我觉得好贵。你觉得很贵？对啊，如果每天这样通勤的话，这样蛮贵的。从那个疫情之后，我们目前台北宜兰这一条路线大概客人回来的比例大概只有原本的大概85%左右。有部分民众感觉票价起会考虑是毋是要买 T-Pass 较会好。那首都客运11月初1开始，中日客运2条来回台北的路线也会起1块，陆续也有其他客运业者会考虑调整票价。另外，伫台北转运站2楼，未来也会变做空城。原本有国光三重、新竹这3个客运，因为这几年载客量减少，决定11月初5搬去租金较俗的3楼甲4楼。伊2楼一个月大1个月大概平均爱33万的租金，所以业者为了要节省这个成本吼，所以不得不就是往那个4楼这个来做这个调整哈。国道客运哦，大概去年底跟疫情前哦，大概下降了36%，民众搭乘的一个习惯。那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搭高铁，哦，那或许也是造成国道客运哦，它量比较下滑的一个的原因。交通部公路局也表示讲，面对国道客运载客量减少的情形，未来会持续提供相关的资源补助，辅导业者用更较自由、有效率的营运路线来符合民众甲业者的需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采访报道。教育部去年宣布，一年要编2亿的预算，免费提供卫生棉给学生。台湾学生联合会讲，因为拢要去固定的所在登记，所以是无啥物人会去领，实施的效果是真歹。因为教育部是鼓励学校会当甲学生讨论领卫生棉的方式。预算补助别跳票，月经需求被看到。大学生伫教育部头前发出口号，不满教育部伫去年有讲要提供大专以后的女学生免费的卫生棉，不过却是要求学校家己编预算去买卫生棉。学生认为教育部应该要提供经费的补助，展现消毒过境散食的决心，不是叫学校家己去想办法。那教育部在这个政策，它其实就建议各校只有自筹款项去因应，但是东吴大学在当时的应变状况，只能够去向学务长请求拨补1万元的预算，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经费缺口。除了经费的部分，学生嘛希望学校会当设置卫生棉的共享阿嬷，让学生随时会当去领。因为目前的政策是学生爱向校方人员登记，才会当摕到。加上有的学生真正歹势找人领，学生指出有的大学伫顶学期才登记10片的卫生棉，数量是真少。有学校甚至是在登记领取的状况下，只有10个人去拿取，就是整个学期只有10个人去登记拿取卫生棉的状况。对此，教育部是回应目前卫生棉的补助范围，敢若针对6岁学生。不过未来嘛会讨论要以什么方式来补助学校。那卫生棉要安怎领？教育部是鼓励学校会当甲学生斗阵讨论出一个方便速实的领取方式，做伙落实性别平等。记者第二选柯敏哲台北报道。继续来看农业部每一年都有公布各县市学校营养午餐农药残留的报告，其中桃园合格比率伫咧6都是吊车尾。桃园市农业局表示，因拢有加强自主抽验，针对无合格食材，嘛拢会要求业者都要暂停使用。为了加强维护学生囡仔的食食安全，政府自2016年开始鼓励学校营养午餐用3种1级的国产食材来做便当。农业部有公布各县市学校营养午餐农药残留的报告，其中桃园市及格率伫咧6都当中排上尾名。桃园市农业局表示，目前真侪台湾农产品拢有 QR code， 但是因为这对生产规定的要求无3种严格，桃园的营养午餐食材来源用到1级的比例是较悬，所以验出农药的部分才会较侪。溯源的是占60%，那你在抽验的时候应该是
溯源的这部分要抽60%，你的食材比例是多少？那你在抽验这个农药的时候，你就要按照这个比例来抽。我们有7件不合格，那在 QR code 溯源的部分就有占了6件。桃园农业局嘛指出，目前各地方政府在抽验食材来源比例是拢无共款，有的有机验较济，有的CAS 验较济，安尼农药残留的排名都会有问题。兵团是讲，在食材的部分，若是通用3小努力标准以上的食材较安全，嘛呼吁中央要提出较一定的抽检规范。我举例好了，譬如说某个县市它抽的比例 Q 的比例是较高的，那它抽检不过的比率风险就较高。如果抽的都是有机，那当然比例高过的机会就高很多。如果一致的话，确实可以比较让各地方政府在这个抽检上是比较可以幸福。农业部是回应讲，已经会要求各县市未来在抽验营养午餐的时，按照食材本身3种1Q的比例来去抽验。另外，桃园农业局表示，除了有加强自主抽验，针对无及格的食材，嘛会请生产的县市政府照农业管理法裁处，嘛会通知教育局要求团膳业者停用无及格的食材。记者上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来看第2届台语季有规划25场讲囡仔国的活动，希望透过绘本的故事，或者囡仔会当认捌台湾本土的文化，也个学台语。主角先叫做大人甲囡仔哪听故事，哪学各种昆虫的台语。家己台语季的活动，讲故事的志工，除了用台语教大家绘本内底的物件，佮准备真侪昆虫的标本，来甲囡仔昆虫甲虫拖的无共。虫拖甲昆虫无共的所在，就是虫拖有包含遮个蜘蛛野蜂各种的节肢动物昆虫就是咧讲6支脚的昆虫，就干那6支脚会当讲叫做即个昆虫。昆虫有分做头、胸孔。甲腹肚，阁有6支脚、手、甲舌骨，就会当叫做昆虫。就是讲可以让小朋友学台语，然后可以边拿触摸就有教学看昆虫。除了学习自然界昆虫、虫拖的台语以外，台语为佫利用新港文教基金会出版的《点么爱的空红菠萝》这本绘本。向大家分享新港一名接生超过1万名囡仔散步的故事，希望透过故事增加因对在地甲母语的感情。我感觉其实因为即马台语真正爱推，无拢爱囡仔拢足少咧讲台语的，我感觉这安尼会做伙是足好的一个代志啊。第2届家己台语季的活动，用欢迎收听做主题，加强有将近50场讲故事的活动，包括艺术文化、各行各业甲在地人文的内容。要透过放送家己在地的声音，让大家唔能感受台语文化，嘛来传承在地记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顶一日有出版社办台文朗读节，有2000多人来参加，是真受欢迎。长期关心台语文发展的作家陈顺聪老师表示，台语文即嘛是长时行，都要继续来培养人才。台语文产业的市场就会哪来哪稳定，嘛相信会使愈侪人加入。前2天19、20有出版社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办台文朗读节，现场有台语绘本讲故事的活动，囡仔听甲真心实，嘛摆出侪台文出版品台语教材，也有讲座讨论世界文学和音乐创作等等，不正热热。出版社表示，短短2天，成2000多人来参加，因嘛真意外。估计起来应该是1-2000人，2000多人。讲座的活动嘛是逐场拢坐无够安尼，真正互咱看到。台文足侪人在关心呢。我特别要讲的是，咱的台文册伫个现场卖了非常的好。台文朗读节今年是第1届，出版社表示欢迎袂歹，未来有机会会搁办落去。长期关注台语文发展的作家陈顺聪表示，其实这几档各地的台语文活动愈来愈多，但是目前台语文口也搁在累积分化的阶段，拼明台语活动是真要紧的。安尼当互对台语文有兴趣的人知影资源在倒。台文1点空爱做的，就是把这个底底甲基础，甲这组织人才甲拍好。台文的概念故事。这个估计是愈来愈悬，所以即马是离个算就囡仔咧当大人的算的时机啦。好甲车用啦，车用当然是
头一就是袂当糟践，第二就是人才是上重要的。丁顺聪认为，除了爱顾好上基础的台语家庭，还要透过无共领域办相关活动，让愈侪人了解台语文通用来做啥。伊嘛表示，虽然这几年参与台语文活动的人有在变多，也毋过目前这个阶段也是需要政府斗相共，安尼未来台语文产业也佫有商业市场，才通愈来愈稳定。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电风上头来看台南良家牛埔恶地地质公园，有记录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大理。不过，台南社区大厦环境行动小组表示，因观察到几只垃圾去互狗咬死，而且佫有一只去互蠓仔甜掉咧，全咧死去。因认为这款蠓仔都要赶紧改善。保育人员掠定贵罕见保育类动物垃圾，准备记录stra去野放。虽然有发现新的垃圾出现，不过保育人员所无欢喜的表情，主要就是这几年伫台南社台记录追踪最后一只垃圾阿牛，最近互人发现甜着蠓仔死亡。养鸡的一个住户啦，然后会用一些那个网具去围我们的那个跑山鸡，在地在做一些农作的时候，应该可以用一些对野生动物比较友善的一个器材器具，像是刚刚提到的网具的网目，其实是可以让它再小一点。台南社区大厦环境小组长期伫台南龙徛地质公园监测，搁说自动相机监测，对即摆事件之间呼吁，希望设立蠓仔蠓坑用较细一点啊，避免危险代志搁发生。不过当地流浪狗问题依然真严重，过去就3到4只垃圾，互流浪狗咬死，望相关单位赶紧想办法来改善。狗狗如果没有绑好，让它晚上跑出去，它可能会咬伤野生动物。那样这里的穿山甲过去就有很多被野狗咬伤，甚至致死的一些案例。那样除了这个之外呢，隔离的设施然后被卡住了。第一，源头管控；第二，鼓励认养；第三，收容安置。也期望市民朋友共同的支持配合，来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与环境。针对流浪狗部分，动保处伫当地已经抓到36只流浪狗，透过抓案底来约束流浪狗。目前龙徛地质公园已经完成招标签约，8月初1开始已经进行地方相关人员访谈，收集相关资料去现场看生态检测等评估作业当中，按算11月初有初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在南美洲的亚马逊雨林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上界丰富的地区，嘛是野生动物违法买卖上界严重的所在。即马秘鲁政府为着要保护这些动物，所以扩大稽查，嘛加强宣导保育的观念。这是秘鲁亚马逊雨林近深的所在，这阵或者是无人机建构的伊基托斯市白轮市场，是当地民众的美食灶卡，不过菜色互人行一条，枸杞腿、野骨卵，拢是为亚马逊来的物件。It's a very healthy product because the turtles live in the water and eat plants. It can't do any harm to eat them. On the contrary, it keeps you in good health. 那是美食灶卡，也是野生动物繁育教育中心。虽然法律明文严格管制，爱有执照才能拿捕，不过违规情形是抓袂了，因为利益真大。木鱼头、标本、喙齿做吊饰破烂，也有各种野生动物毛皮、羽毛制品，300多个物种面临这种教育威胁。直至因查扣价值超过10万台票的非法商品，每年没收5000只以上的野生动物。This is from a feline, this is from a snake. Both these species are protected by the law. This was made from bird feathers, which are also protected. They come from blue aras birds. 除了查抄非法贩运，环境官员也常常接到虐待动物的案例。这时阵，就要靠民间的机构接收受害动物，以及托斯市郊区1点钟的车程，这私人自助的庇护园区，为自2008年开始收容被捕拿甲受伤的动物，鹿龟、鹰鸽、树鼠，有数十种物种，受许之间定期来治疗检查。这是日为做早顿开始。Especially prepared for newborns. That's why it's lactose-free, but it's rich in protein. 这只血斑的小海牛是为杜拉番仔手头救回来，才无被卖掉。不过因为甲妈妈分开，敢能用人工每2点钟用牛奶干仔来吃，才佫受用真侪美丽焦虑，构成拢被夹食，无法度恢复正常生活。
It's quite alarming. People take birds as pets and clip their wings to prevent them from escaping. And so, this can cause falls, fractures, shocks, and the birds can die as a result. 为改变野生动物倒来还魂的歪风，正确观念为囡仔开始，互因拢知影野生动物都应该生活伫野外，唔通要求父母未来做宠物，减少市场的需求。公视新闻是会中评晓。今仔日天气啥款？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来看外岛地区，23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